老板，你看，就是他不去修机器，现在导致生产线上都停工呢。那工厂的100多号人，那都没有活干呢，都在那儿闲着。不是你工，你咋不去修机器呢？那你得问他呀。咋回事？哎呀，老板，他上个月在那儿很清闲，我看他闲着也是闲着。正好这边王阿姨不是生病休假几天嘛，我就让他到这边来顶替2天。谁知道现在机器坏了，让他去修，他就不去了。老板，你别把话说那么好听啊！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把我调到这里来，想把你表姐挺替我的位置，看我1个月18000的工资，眼红是不是啊？你这个人怎么血口喷人呐？行，都不要吵了啊！我一会儿再找你算账啊！是这样，李工啊，你看啊，现在工厂7、8台机器坏了，是不是啊？工厂半拉人数都在那儿闲着，工厂现在一天损失100多万呢啊！你现在赶紧呢，先去把机器修好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下个月工资我给你上调8000。至于你刚才和主管说的这个事儿，我一会儿马上下去着手调查，如果属实，我绝对还你一个公道，你看怎么样？老板，你也别在这里跟我说风凉话，你也别在这里跟我画大饼的。我告诉你，现在这个工厂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，你自己看着办，我还不干呢嘞。老板，你看他什么态度啊？你干脆把他开除得了，我们再重新招一个机修工师傅。开除什么呀？他一个机修工是不是？你把他搞到这儿来打扫卫生，他心里作何感想啊？不心寒呀啊！我让你一个主管，我让你到外面去洒大街啊，你心里作何感想啊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他机修工越清闲，那代表是把工厂的设备维护的越好，工厂的后方越稳定，是吧？不耽误生产啊！你怎么反而羡慕嫉妒恨呢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现在赶紧去把他给我请回来啊！如果请不回来的情况下，你永远也别回来，还杵在这儿干嘛呀？赶紧去啊！